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女网友伫社群媒体公开来指控，讲民进党的立委王义川的后生结婚前双脚踏双船，伊佫进一步来压料，讲这就是整到伊的老爸，讲王义川本身嘛是因为脚踏双船才来离婚。王义川今仔日公开来回应，讲伊已经要求后生爱好好啊来解决。伊嘛解释讲，伊的婚姻是和平结束的。讲这网友若佫继续恶意来攻击，就要甲告。昨天已经告诫他哈，自己的感情事情啊，自己把它处理好。亲身来解说，立委王义川因为后生逼感情纠纷，含家己嘛告着风波。一个女网友伫咧 IG 指控，含男朋友已经要结婚，5月初对方煞常常讲要扯，一个月后就公开新女朋友。女网友就质疑对方走着双脚踏双船，文中讲的查某就是立委王义川的囝，嘛指讲王义川嘛是因为甲路口的人咧斗才离缘分期。我的婚姻状况啊，是在10几年前啊就已经结束了哈。那当时的这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是很和平的。那身为人家的父母啊，那也对这位女孩子了哈，她的状况我也可以理解了哈。强调要甲后生好好讲，不过侪人伫咧讨论这件代志，有的网友甚至将战场牵拖到女方的政治立场。就是单纯2个年轻人的事，不要再把它导到任何跟什么政治啦、蓝白啦，或者是好，反正这些都没有必要。处理的代志也互人知，王义川徛出来灭火，希望争议赶紧收束重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